白銀係一種美麗嘅銀白色金屬，英文名稱為 silver， 但係佢嘅化學符號 Ag 則來自拉丁文 argentum 嘅幾種感光材料，係攝影膠卷、相紙、X 光膠片、熒光資訊紀錄片、電子顯微鏡照相軟片同埋印刷膠片等。上世紀90年代，世界照相業用銀量大約6000至6500噸。由於電子成像、數位化成像，即係數碼相機技術嘅發展，使老化銀感光材料用量有所減少。但係佢喺某些層面仍然唔可以替代，有好大嘅市場空間。亦因為老化銀感光材料被大量應用，因此成為咗銀二次資源嘅源泉。好似一啲國家規定兒童嘅 X 光膠片要保存到成年，呢啲需要存檔嘅醫用 X 光膠片就應用咗大量嘅銀。單喺美國各大醫院保存嘅 X 光膠片，估計就佔用咗銀量達3000至4000噸。喺古裝劇中，常常可以睇見皇室貴族以銀針為食物、水、酒鑑別係咪有毒。呢個係因為古人所指嘅毒，主要係砒霜，即係三氧化二砷。古代嘅砒霜若純度唔高，就會含有少量硫同埋硫化物。以銀針檢驗嘅時候，硫同銀就會產生作用，喺表面生成一層黑色嘅硫化銀，因此能夠測毒。